这里有个问题是，如何寻找自己可以依上的上师？第二个是出家修行时，师兄弟的选择也很重要吗？可能或者如何寻找自己可以依上的上师？首先呢，我们的目的要清楚，为何寻找上师？这也不是找一个上师来教你行住坐卧，怎么吃饭，或者怎么走动，是吧？走路，也并不是或者那叫什么？可能是做一个比较世间的法事，驱除那些鬼障啊、魔障啊，然后呢，就让你永享天福，这样也不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去找一个善知识，找一个所谓的无上者或者上师？上师就是说无上，在藏文里面是无上的意思，功德无上的一位上师呢？因为我们要怎么去脱离轮回？然后呢，怎么去取舍、分辨善恶？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目的，寻找上师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能够，我们现在很无明啊，很愚痴，不知道怎么分辨善恶，怎么去取舍，对自己此生来世带给自己幸福快乐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你善的是什么？善。所以呢，我们就很迷茫。所以呢，我们需要找一个像一个照路的灯啊，我们可能要所以这就是主要的目的嘛。所以呢，先要目的清楚啊。目的清楚之后呢，要知道要找一个需要找一个哪种的一位人，就是说不是说要找一个就是世间法上很技巧很有智慧的人，也不是说要很会做法事，很会就是驱除魔障啊，像一个就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然后就也不是这样子，然后也不是以为上师就是好像就是要这个目的清楚，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目的清楚的话，你要知道寻找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就寻找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人，好像就很迷茫。所以呢，这个目的要清楚，然后呢，就是能够找到好的上师、好的善知识，
也不仅仅依靠着自己的就是自身的能力，自身的就这个宝的能力，就不够的，好像我们需要更多的资粮跟福报，所以呢，我们就可能积极福德，能够尽快找到上师。这个资粮跟福德呢，我们就来自于我们的就是尊重这2个字，尊重师长，尊重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那些师长们、老师们，我们也要就是说比较尊重他们，尊重这些师长的话，就慢慢这样的就是福德呢，可能就是说具备，慢慢这样的福德具备，然后究竟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在就是出世间法上能够引导我们的一位大善者、大老师。这可能是我们先要积聚一些福德，这样子呢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老师。我是这样觉得啊。然后出家修行人世间的选择很重要。前天我们灌顶的时候呢，受皈依戒，皈依戒里面呢，我们受了皈依戒，皈依三宝戒，皈依了佛，不皈依世间神祇，皈依了法就不伤害众生，皈依僧不跟恶友。这个恶友呢，就不只是指定的是，不只是指定一些外道啊，什么邪门外道那些。我们佛教的道场里面，佛教的团体里面，也有一些师兄啊，所谓的那些师兄师姐师的那些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偏于比较属于恶友的人，也还可能会有存在，会有时候呢有很多啊。所以呢，因为那些自己比较亲近的那些师兄师弟们，他们的选择是错的，选择是不是如法正确的？因为他们的选择呢，会影响到自己的修行，自身的修行。所以呢，我们说谈到一个需要依止善知识、善友的重点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可能是说修道的这个能力很浅薄，然后呢，就也没办法，就是自身的修行很安定或很坚固，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自己很亲近的那些师兄弟们，他们的那些不正确的行为跟邪见，会有很大的影响到自己的修行。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比较有时候可能就是说远离那些恶友啊，恶友就是说，即便是在佛家道场、佛家的一个团体里面的师兄弟，他们如果有心存着这样邪见或者不正确的行为，我们也要远离他们。这也不是说要
仇骂他们，或者就是责备他们啊，好像这个人说那个人说，好像就是说除了自己之外呢，其他师兄弟们都是不如法的，这样呢就不行，这个可能是要远离他们。这也不是说自己，好像也不是说因为他们不好，好像是自己现在能力不够，所以呢需要远离他们。如果能力很强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远离一些什么恶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说那些大菩萨、大修行人，他们就是愿意来生死轮回当中，跟着那些重烦恼的反复在一起。所以呢，这可能他们能力很强，所以就并不会影响到。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自身能力比较浅薄，所以呢，这也可能是说算是自己的一个缺点跟自己的能力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可能要看自己的缺点跟过患，不要看别人啊。印书呢，我自己来说呢，就是对印经、印书，蛮有兴趣，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不是看书了，还比较喜欢书啊，也看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我比较喜欢那些古典的书，所以呢，在我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古典的书，西藏藏密古典的很多书。保存很多古典的书，也有保存很多历代大宝法王现今稀少的那些古典的一些教义，也在存在我就尽量的他说的寻找回来，积极收集。尤其是呢，很多古典的教义里面提到一些重要的口诀跟重要的就是佛经的解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很难就是很难见到的一些解释跟口诀，所以呢，我们可能是很重要去这些发扬光大，然后就是说更多的人能够这些看到这些古德所造的一些教言跟秘解吧，或者就是解释。但是呢，我们也要就是现在呢，可能就印经印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考虑到这个环保的问题，因为就很多的树木呢，因为用纸的关系，就是很多的树木就砍伐，所以我们如果成立一个菠萝蜜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要另外再成立一个要计划种树，更多就加倍种树，这样子的。中国的传统上，我们所说，命运是天命，天注定。好像天呢，就像是造世主一样，这样的一个我们相信。但是这个在佛法的理论来说是，并不一定是，就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多理论，多探讨。虽然
佛家说这个因果业报，你造了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你造了一个善业，就会有善的果报；造了恶业，就会有恶的果报。